60年前1965年，匯控為咗救恒生銀行，向恒生注資，成為最大股東。60年後嘅今日，匯控提出以155蚊將恒生私有化，其中嘅牽頭人包括 Goldman Sachs 同埋 Morgan Stanley， 基本上70% 嘅投票權會通過，私有化已經係不受爭議，勢在必行。我哋將會見證到恒指冇恒生嘅時代。近期恒生銀行嘅壞賬上升，今次嘅私有化退市，唔難令到人揣測啦，係咪壞賬嘅問題呢？已經升溫到唔方便公開嘅水平。隨住私有化，恒生銀行亦都冇需要再去公布壞賬嘅問題。對投資者嚟講，有好有壞。好嘅方面就係喺今日嘅香港環境，減少更多不利嘅壞消息。壞嘅方面，資訊更加唔透明，投資者更加難評估風險。而對於本來已經持有咗恒生嘅基金，大多數都係以收息為主。今次嘅私有化，最大嘅得益者可能會係匯控、渣打同埋中銀香港一啲香港大型銀行。雖然唔代表住會持續上升，不過資金退遠之後，喺金融股嘅比例不變下呢，資金只係從恒生銀行轉移至去其他嘅本地銀行。